另外來看，這台中霧峰一個警察長下晡5點外咧巡邏時，看到一台車呢，安尼搖來嗨去，而且佫下過這雙黃線。我過要甲查，結果這姓蕭的駕駛呢，煞雄雄甲槍拔出來，加在這警察受當場甲伊壓制，毒品的快態是陽性的反應。也那另外，佇彰化溪湖有一個73歲姓楊的阿公，是因為涉嫌食這安非他命佫騎車，互警方依法甲伊送辦。下晡5點外，台中霧峰有員警發現一台自用車駛甲頻頻，閣駛超過雙黃線，隨進行盤查，發現姓蕭的駕駛佇目器啊，雙手閣咧拽。你莫吵，我看到啊！你睇呾。不過姓蕭的駕駛佇盤查過程中，雄雄為落地啊，甲改造手槍針出來，加在員警反應緊，當場壓制甲逮捕。買手做毒品快篩檢測結果是陽性反應。本案共計查獲手槍3支。子彈52發及1、2級毒品若干克，令蕭賢接受毒品快篩檢測呈陽性反應，證實其涉嫌毒駕。全案訊後依妨礙公務、槍炮彈藥管制條例、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險罪毒駕，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。彰化溪湖5月30日，一個女警巡邏時，發現73歲姓楊的歐吉桑騎奧多拜無照規定裝目曲米蠟，爛查後發現機車外是別人的車牌，當場查到4盒1包。毒駕嫌疑重大，現場實施唾液快篩也呈現陽性反應，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險罪移送偵辦。警方呼籲毒駕行為常時犯着行政甲刑事責任，一概以現行犯逮捕移送地檢署偵辦並建清羈押，要展現毒駕零容允的執法決心，處理危險駕駛以捍衛民眾的用路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